正义小乔太嘅武功，愿意皮一下专心修行。才发现那部铁皮闹热，原来一场集体武林民族嘅武斗大会就要开始嘞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客栈，哈哈哈店。也从小就教人爱谈讲，爱好好读书，冇咁想自己功夫事情，常做嚟看武侠小说，也去看电影来过年。唔过台湾适当流行大片头，哼哼哈嘻啊！太经过统治初期，政府力量软太太嘅，冇讲平平通乱呢，就连地方治安都蛮听听吧。不做台湾人就吃力吃巧，自家家人都要自家开啊。这样是嘅台湾是嘅民风雄头哦，陆航前太啥都当个大片头，其中最有名嘅就係六隊一隻地方誒，因為一片是個人民嘅發言體哦。2021年，阿媽王朱一貴喺南部起兵對抗政府，而且偏政府畫風披靡，看唔到朱一貴嘅殘面頂啦。偏到平壤嘅客家老祖國為咗保衛家業，冇本政府影響，自家組成嘅義勇兵團，啲個體總共分咗6隊，分別為咗老群區分清楚，就改名按咗6隊，也就係一下6隊嘅由來咧。特別有通內發生，各隊嘅兵團就會出通，韓國先隨太總理來兩頭，也就會出隊。就算冇出隊嘅時節，你就要愛好打拳頭來鍛鍊，甚至到唐山去向師傅過來教武藝，去當雄頭嘅民風，當精良嘅訓練，當嚴條嘅規矩，完全冇人敢對6隊上空上撇啦。我都係1895年，馬家都變態咧。日本人來到台灣，冇辦法接受民間武裝力量存在，一個武林衝擊咪就解散咧。前面留下來嘅就搶存6隊一隻天命天地咧。50年轉嚟過體咧，都係1945年2戰落幕，一條對日本留下咗來嘅6隊子弟，從劉少奇、戴鳳年等人，也都知道過去6隊嘅團結精神，因為做對本人唔記得咯，嗰種蠻難去練咯，還搶到前面嘅6隊太總理，嘅後台來登高一呼，本6隊嘅people都做嚟響應，唔過新時代。冇時有騎水騎棍，繼續跳下來運動啦。1948年，建立小開6隊2.0年費同體嘅運動大會，唔過都冇彩，第2年政府就宣布禁演，運動會咪就停辦呢。一直到1966年，第2嘅運動會爭啲民動開辦，沙地當年舉辦，係個一屆比一屆大發。每本人講係泰晤士下嘅世奧運，長久嘅運動風氣，每本一下台灣體壇，蠻難看得到6隊子弟，6隊嘅體力維持，包括屏東高雄兩縣市，你強大嘅南極力下，也做得講係也兩縣市屬於客家人嘅組成。坦白來6隊就靠下來感受熱情嘅體育盛會啦。講到呀，人皮下下無心插柳柳橙汁，豔陽的比武台北嘅有聲，變做武林民族，記得思考，海鋪安樣嘅實戰好。